爱落街的相爱，人啊人啊的，自个亏啊亏，个主啊嫌。总是盼望向河船，落来的那子呀呀烦。哎呦，上来风茶哦！家帮我狗饼，我老家吼，哎呦，对我是痛惜万分呢。哎，就会来讲，有个迷踪不足啊，老家佢老爱，一出到一下就唔会讲啦哈。你咁啲，我係明日吼。啊！你講嘢講到當心氣呢？啊！再講下老嘅吼，我看佢聊撇啥生意呢？佢眼神吼，樣扮的歡喜，人家本係希望能講嘅生意呢，可以傳下國家嘅香煙。啊！唔過樣扮講生意呢，我樣扮就好。有乜嘅方法態度是啊？我想到咧，我前幾日吼，我看到我隔壁嘅阿蘭子個態度是人哋麼？嘅我就讓佢問咯，也有時佢個比方係乜嘅？佢冇講呢，就係人嚟講去求啊，一個送子觀音送本佢呀。哎呦，唔知係真係呀假嘅，好咯，冇按呢，我等下落機，佢那轉來嗬，我就抽起向下落去，觀音廟來求子先啦。今日生一真無開，萬兩個千元來。全部講過愛奉茶堂，愛不了福氣應愛來，何不了福氣應愛？嘿嘿，奉茶，奉茶，我轉來咯，哎呦，老家。轉來咧，來，辛苦咧，來，入來，來，老家，我有話老你講咧，哈哈，哎你兩公婆，按好你多，連講話就常常講，我係咩當都好有事情人講嘅，冇呢，我先講，我較重要呢，冇咯，我係nhà老公，我先講。安尼好啦，我你先講，我就讓你先講。嘿嘿，阿鳳茶，你點解今半夜做乜個太神利啊？你本錢儲口頭，我青春20萬兩嘅朋友，你想我厲害唔厲害，強唔強啊？也有乜個好開心嘅啊？呀，俺冇卡錢按多誒，
如果穿安多，我上熬嘿无？呀呀嘛噶，老家，啊！你呀，哎你在做呀，老家，今年呀，今年是一道岁。哎呦，阿凤茶，你老公爱，佢多些难道你唔知吗？老家当然爱知嘛，你这40有意的呢，啊，所以我呀，唔这个提醒你。冇啊，一提醒係白雞喏。哎呦，生意呢呀，你冇感觉？哎，我看欠个生意呢，就一个嬉闹的声音呢。啊，小聲音呢？誒，你屋卡就冇聲音呢，因為聲音吵鬧聲咯。哎呀，還有呢，還有哦。阿牛麥啊，哎呀，當然啦，你要客家嘅來想方法，用個聲音呢，可以傳你國家嘅想法，還冇害怕我馬上傳。對喲，你講也錯哦。我俾我國家，切咗一樣人傳香火。啊唔過啊，你冇聲音呢，咩冇辦法和傳香火花光轉來。咁無人傳香火，也唔係捱能改變事實嘅事情啊。哦，我要辦法。嘿嘿，你到底有乜個辦法啦？老魏啊，啊？而家啲，你隔壁嘅阿蘭子啊，呀，太多事呢。乜街啊？阿蘭子太都市，我每年記得幾多聲點麼？哎呦，我啲啊，唔過咧，也就有可能呢。我要問佢呢，佢啷個講，係伊老嘅雙子觀音樣，然後佢求來嘅。哎呀，老個，咩來去求個？冇可能，係阿蘭子佢騙你嘅。哎呦，老個，就算佢騙我啦，人講一句話，可以信其有啊。哎呀，無論樣辦到啊，來去觀音廟，來去求子，就愛去求，係啊，聽到去求，就愛去呀。好，愛去我就陪你來去。哎呀，老個你就聽我來去呀。老家，呀，要大家上意哦，這是雙子觀音廟嘞。哇，安哥啊！哎呦，這伊就唔知嘅，上廟啊喜哥哥，呀對話，那老佢祈求吼，馬上我叫我天大，神明佢就知咧。哦，好，來去。哎呀，你咩講喺下隻掉誒？做乜㗎？唔咩安尼啦，你要用3跪9跳跳，安尼才有誠意。阿鳳茶，啊，嗌幾多些咧？我咪唔知，喺嗌3跪9跳跳。嗌哪有辦法？哎呦，我冇講你一道死啦，為到死你呢吼。安尼就錯嘅啦。好啦，來，係教你。你為到生日呢？為到生日呢？我呀，佢冇愛顧咯。咩，今日啲講乜解？我係講，你兩煞，我去誠心誠意那個拜，那個拜。安尼就錯嘅啦。來看得，好，開始啦。好。
在人家面前咕噜童子。今日用神办批，应该赶紧去太堂的所在，向师傅请安酒喜呀！都在我的庙中祈求，所以讲有子有此命，无子难强求。嗨，只是人间完全想不透，错了风采土有，上改云游，眼看师生众多，应该很熟途径，将了庙中事务。交代了我的文徒啊，师傅啊，徒儿见过师傅。徒儿欢喜了，多谢师傅。徒儿过来，为师有法为你交代呀。遵命。方才徒儿上街云游四海，为师。我有一什么事件，我在庙中的所在，那是期间有两人间，到了庙中祈求师傅，也要记得，你只有记起各项祈求，等为师回来了后，再一一禀报你的母啊。徒儿谨记，徒儿切记了。遵命。师傅讲，我去云游四海，喺外中庙中看顾好，堂堂人间嘅阎王，等师傅再来，再向其禀报。嘿嘿，两晚师傅无才，俩见庙就爱最太。啊，总唔得乱想哦！师傅有交代，我严谨。先来谈谈看，两万嘅人间到底嘅想嘛解？师傅数了人间烟火，祈求之年。
堂公把夫言，今日把爱来堂公，专心堂空把夫言。阿妹哦，我会甜死嘞，我求着来耶，又会安辛苦。这当然啦，哈，那还简单呐，俺就唔是了也要求的啊。你讲对哦，那按简单就不是求，错。哎，好咯，已经来诶，俺一来秒读哈。哦，好。讲来，只伊人系点上，好。奉茶，你按在我神明的面前，按我对神明不敬你嘛？哎呦，马啥讲诶？我对神明的义公平，我老是祈求呢。哎，不然呢？你看，哎呦，要挣着钱啊哈！按多人呐，也很神明爱谈马啥街，所以呢，我对这个义公平个。出借做本事谈到，迄咩？俺的心愿，坚强做我等得达成啊！还有，你讲错，唔讲错。嘿嘿嘿，这当然咯，神明呐，送子观音嘛，你就吼，爱弟哦，俺人老公啊哈，结婚啊10个月呢，俺就冇生意呢呀哈！哎呦，拜托。你输给哪也不爱，拜托个。老哥，拿身高不？哦。姐，哎呦，生命啊！拜托输给生意不爱。拜托，那很，你就不爱身高哈？哇，身高哦！唔免啦，家下吼还冇讲清楚啦，无限观音啊，本男中啦，我改白。哎呦，生命呐，像你输人拉也不爱，可以从地位享福哈。身高哦，哇，有身高哦，唔免啦，爱弟，一天一个观音吼，要用输过你妹啦。哦，观音娘娘，你要输妹不爱，拜托你就身高人来指示啊。哇！阿凤茶，还是身高哦。算嘞，我看来啊，你啊，无字命，唔是强求。哎呦，真唔係呐！一天觀音嘛，一天去輸送爆胎。哎呀，觀音娘娘，係唔係啱呢？去輸送爆胎本嚟。像你就用身高让来指点，哇！哎呦，凤茶，算了，唔好再给我点嘞。嘿。